正前方，你看积水溪的那左边堤防，右边呢看到白色的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北边的堤防有修建的。看着积水溪这个弯曲的路线，正前方的堤防，看到右边一点点有红色屋顶那边，就是宋江馆、宋港馆。盐水地主要的庙就是正前方的左面和赵家祖先，盐水地头港赵家祖先来自盐水番衙里番仔厝，卖了，还不爱讲，不爱讲旁边的。然后从那个可能是因为积水溪会有泛滥危险，所以搬到东边，就做桥梁，就做桥梁左边车子那个位置，是赵家祖先的土地了。正南方最高的那座庙，是那栋大楼就是山水